后来乡亲啊，中秋节特别到咯，一寡做中秋月饼真出名的糕饼店，拢调整到营业的时间，嘛已经出现到排队的人潮。因为我现在没有货，可是你明天不是也没有对外营业了？哦，我是说你晚一点再看看。这群都要各大大地，也有各大项险啊买无，各出动塞车和行李箱来搬。包包出名的糕饼，小摊鸡卵糕店人是吵。早起店拢也未开门，人客都对巷仔来，一路排出去到路口。快5点就来了，因为我想说都大排长龙啊，最后一天，哎呀，总想来买一些送人家。或6点半左右，一袋拖车什么椅子都有来，红豆口味的没有买到，可能晚一点吧。我等一下再去另外一家店看有没有。有一寡口味无买到，实在真唔甘愿。人客早就来排，唔惊开钱，就惊会买无。因为小摊鸡卵糕店对明仔载到10月初2中秋节前3天，隆重22天，2间分店拢无对外贩卖。中部请甲掠袂掉的糕饼，不止风，嘛是一大堆人抢白买。8月13，因开放敲电话做文。初5店家就宣布，中秋这期的电话订单满了，所以个自14开始到10月初2，门市同款是暂停贩卖。若不止糕饼是无公休，今日伫下晡开放人客来店内买，再去提供资本的人客来领货，备战中秋订单。中秋送礼，糕饼是一定爱传的。对排队人潮，就知影2间所受欢迎的程度。有网络平台统计出名店的排名，冠军是台中的不止糕饼，不止风是排第2，北部出名的丹药粉排第3，第4是中怀林记。若早起就有排队人潮的小盘鸡卵糕是排第5。各间2间所拢有因的支持者。中秋送礼是变怎景，就看你爱食倒一味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